Hello， 大家好，歡迎收看中嘉新聞，我是蔡小君。全台各地有許多藝文展覽、暑期休閒活動、限定美景，還有在地美食，趕快透過鏡頭帶您一睹為快。先帶您來看鳳山神秘古早味礦肉飯爆紅，不靠街區人潮與網絡的宣傳，只憑特制的老滷闖出一片天。每天還沒有到營業時間，便忙得不可開交。早上10點多還不到營業時間，店裡卻早已忙得不可開交。店內眾人分工合作，從盛飯夾菜到打包便當，一刻也不敢停下。雖然員工們動作迅速，配合默契，但卻難以趕上顧客們的熱情訂購。眼前堆疊如山的餐點和不停湧入的訂單，也讓小店從營業前就呈現十分忙碌的景象。他們一開始開店我就有來了，然後到後面規模越來越大。味道都一樣，都沒有變，哎呀，蠻好吃的。之前來的人都蠻多的，哎呀，都要等一下。常來，控肉跟豬小腿就這兩樣比較多。礦肉飯，還有貢丸湯，比起一般小店家吃起來，更加喜歡他們店的味道。我之前也是，就是過了午餐時間來，還是都有人。應該是說我們都蠻平均的啦，然後因為這附近臨近醫院，所以的話蠻多院內或者是一些加工區的部分的話，他們會很願意訂我們家的便當。開業至今將近7年的美食小店，賣着古早味的控肉飯、腿庫飯，不僅能依照客人的口味喜好進行肥瘦的選擇，內用還有免費的冬瓜茶可以搭配用餐。小小的店面雖然外觀不太醒目，也沒有位在繁華熱鬧的街區，依然能靠着一鍋老滷成功的闖出名號。我們的腿庫控肉，所有你看到的滷汁的餐點都是我們的特制老滷做出來的。這個是我先生自己研發的。我們的話都是新鮮的後腿肉，然後還有這些都是溫體豬，所以它的味道本身就是會有豬肉的鮮甜，所以不用再去額外加一些人工的色素香料去做一些提味的部分。每天慢火熬煮的鍋中滷出的不只是控肉與腿庫的香氣，更是老闆多年來始終如一的堅持，從用料、火候到每一道製程都毫不馬虎，也讓這份色香味俱全的古早味美食在饕客的口耳相傳間累積出好口碑。記者洪俊傑、李品榮高雄報道。再帶你來看，台南武術銀牌國手吳宇退役翻轉祖錯，在安南區創業，主打4-5公分的極厚切豬排，用料實在，吸引外縣市顧客慕名而來。從小就有興趣練習武術的吳宇，一路走來苦練，除了徒手剛勁有力，長短器械也難不了他。同時，憑借紮實的套路底子與協調性，在擂台上展現了積極的攻勢，代表台南在各項比賽大放異彩，更代表台灣進軍世錦賽。生涯中奪得2面全民運動會金牌以及全運會銀牌的最佳戰績。不過，在112年征戰全運會後急流勇退，選擇在自家主厝煮起炸豬排，從拿兵器換成廚房菜刀。其實2個東西完全不一樣，然後我們都是就是從頭開始學嘛，然後就一路就學過來，有錯我們就是繼續精進這樣。武術這一條路其實也走很長一段時間，然後想說試試看別條路，闖闖看。從武術國手轉為專業廚師，就希望趁年輕挑戰創業。不過，以武術養成的高體能專注力看來，他似乎是無縫對接到廚房高壓的環境中，加上社群短影音的網絡行銷，讓他用極厚片炸豬排三明治的招牌闖出一片天。每天限量60份，有人專程從北部下來嘗鮮。就是影片有介紹，有看到啊，因為它的豬排很厚，超厚，所以就很吸引我。會選炸豬排這個項目，其實一開始就是從社群媒體去看到日本有一個相撲的選手，然後他退役下來也是做厚切的炸豬排，然後我們一開始就看到這個項目，就覺得這個路好像蠻吸睛的，就想說自己試試看，然後就在家一路研發，然後一路改進這樣。吳宇從小學武到現在成為功夫廚師，同樣都是抓緊興趣，在家人的支持和學弟的幫忙之下，開創出屬於自己的道路。像我兒子
體育運動的項目啊，雖然是當國手，現在已經退下來了啊，現在有一個從事一下那個他自己的本身的事業，也是他自己興趣的，那就讓他自己去發展，道路是自己走出來的，要自己去開創。吳宇從主措出發，一步一步打好基礎，日後也希望向外發展，評估開店計劃。記者郭文吉台南報道。基隆清水季暖暖 2.0 活動清涼開幕嘍！市長謝國良率領團隊持水槍宣告活動啟動，即日起到8月30號，歡迎大小朋友前往暖暖水源橋下來消暑。基隆市長謝國良親自帶領民政處長呂慶偉、兒少處長吳宇杰、衛生局副局長郭香蘭、暖暖區長陳德霖，以及暖暖區市議員連恩典陳冠宇和立委林佩祥秘書黃生棟等人，拿着水槍一起噴水清涼開幕，歡迎大小朋友從7月4號到8月30號之間來基隆清水季暖暖 2.0 這裡玩水清涼一下，享受全新玩水設施以及完善的廁所和更衣室。清水公園2.0計劃花費了蠻多的時間，終於完成了。那各位可以看到，有很多新的清水的設施，那也有這是綠蠵龜嘛，非常的讓孩童們喜歡。那我們也有用水可以作畫的一個牆，可以讓孩子們用水來作畫。那總之，我們非常的認真打造了這個清水公園的2.0，希望孩子們會喜歡。我想暖暖清水公園可以強化大家對於暖暖這個生態環境、這個大自然環境的一個認同。那其實暖暖本來就是一個好山好水的好地方。那每次來就是全市，甚至很多外縣市鄰近瑞芳，很多的市民朋友，不管是基隆市還是新北市，都來到暖暖清水公園來玩，然後來家庭享受一個這個消暑的一個環境。那我們會繼續努力把這個環境打造好。市長剛才講以外，我們還有會倒水的清溪線，還有一個蘑菇型的傘鋪，所以小朋友都可以在這個空間裡面快樂的戲水玩樂。今年有很特別的創意哦，我們今天開幕的時候會贈送免費的小水槍，然後每天大家來這邊玩的時候，我們都可以讓大家現場免費借用，所以各位可以不用自己帶，沒有問題。那而且我們今年還有額外準備這個盥洗室，還有更衣室，所以大家來這邊都可以舒適的更換衣服，不怕衣服濕掉。變得越來越好，然後很感謝大家，然後議長這邊也是很關心大家，然後也跟市政府一起積極的來督促、來關心，然後今天最重要就是玩得開心，然後大家小心別縣市的人所喜歡、所期待的位置哦。我想這次2.0在我們這個區長，我常常要說德霖區長在來了之後，把我們這裡原來就有的不足的，這次我就一次都補足了哈。我相信大家等一下在玩的時候，就好好去體會水公園。我們現在作為一個基隆人，作為一個暖暖人，可以很大聲的說，10大清水公園裡面最新最好玩的，就是我們的暖暖清水公園。在這邊等一下邀請大家盡情的玩樂，但也玩得開心。不管大人小孩都展現赤子之心，越玩越嗨。市議員也帶頭拿着水槍和大小朋友互噴，濕透全身。炎炎夏日中感受清涼。市長謝國良強調，明年七堵區百福清水公園也將隆重開幕，敬請期待。那天氣非常的炎熱，那我們的暖暖清水公園是基隆最好，也是第一座清水公園。但是我們的百福清水公園在明年度就會啟用，我們也在規劃更多適當的地點。總之呢，現在夏天非常的炎熱，那讓孩子們多接近水、多玩水，是我們市府未來工作的重要方向。記者吳俊松基隆採訪報道。再帶你來看高雄柴山限定美景龍岩獵泉再度湧泉。由於受到連日大雨的影響，清澈的泉水再度湧出。里長提醒，因為累積的雨量有限，美景預估不超過1個月。
登山客健行完，直接全身躺進龍岩烈泉的湧泉口，感受泉水的清涼，一身的燥熱與暑氣頓時全消。高雄連日大雨，龍岩烈泉在26號早上順利湧出清澈泉水，讓前來健行的遊客驚喜萬分，紛紛讚嘆這是大自然最棒的饋贈。它不見得每年都有水啦。那像前陣子第一波下雨的時候，其實也等了一陣子。我上個禮拜來看都還沒有。今天來跑就看看，真的有，下去泡一下。感覺如何？哇，超讚的，那個有點像那個礁溪的那個冷泉。禮拜五早上噴出來的，第一天在那邊都聽得到了，在路上就聽得到這邊聲音蠻大的。著名的龍岩烈泉是因為雨水滲透進柴山石灰岩岩層後，經過天然過濾而產生的湧泉，不僅水質乾淨清澈，終年更維持在23度左右，清冽涼爽。不過因為這一次的大雨沒有連續超過6天，地方人士預估這一次的湧泉期景頂多只能維持1個月。還好啦，那不算太多啦。那今年到現在看這種情況，應該如果沒有下雨是不會有多久，沒多久了。應該不會超過半個月1個月。它是山上有樹木嘛，那你雨水你下過了，它樹木會吸那個水分，它吸飽了，它就會吐出來。湧泉它的水不會很湍急嘛，不是很快了，所以說應該差不多1個月就沒了啦。雖然觀光局有在遠離泉口的地方設置下泉階梯，但因為階梯下方長滿雜草，加上混雜着泥土，相當濕滑，因此鮮少有遊客敢從這個階梯走下去清水。會滑，真的會滑。那民眾如果一不小心可能會滑倒啊。它改了之後就變成旁邊雜草嘛，中間反而深不見底，應該沒有人敢下去了。所以讓我們就是稍微泡一下而已啦。這邊是最安全的。再稍微快一下。龍岩烈泉驚喜湧水，想要一睹美景的民眾可以把握時間前往。不過，如果真想要感受泉水的清涼，現在恐怕真的要有好身手或是經驗豐富的登山客才能辦到。記者魏國慶、吳佩珊高雄報道。寶可夢30週年亞洲慶典台北站10月登場，官方宣布雙十連假啟動大型派對，結合路跑、快閃店與手遊聯動，將台北打造為冒險樂園。寶可夢30週年亞洲慶典台北站將在今年10月10號起熱鬧登場，活動結合舞台演出、路跑、快閃店和手機遊戲聯動。除了有大家最期待的皮卡丘與寶可夢大遊行、近距離見面會，還打造了免費入場的嘉年華特區，同時也有全台首發的30週年專屬限定商品，還會幫手遊和卡牌玩家準備好玩的實體比賽與獨家虛寶好禮。然後當然我們會有很多有趣的內容，跟有很多 offline 的一些 activity， 包括社群的活動。但是今天不能透露太多，然後麻煩大家要去我們的 social 跟我們的 blog 之後再看詳情。但是10月份可能有一點點晚的話，其實我想講一下 Pokemon Go， 我們在7月份的一個重要的亮點。我們可能玩家、訓練家都知道。我們7月份11、12號就是我們 Global 的 Pokemon Go Fest， 然後請大家就是因為那個是一個很特別的一個 event， 這一次我們是一個免費的參與，跟大家，然後你們帶來很多家人朋友一起挑戰，我們會有我們的 Sugar Medal Raid Battle， 跟很重要的在我後面。超級厲害的超級超夢 X 跟超級超夢 Y， 然後因為他們太厲害了，真的要帶很多人一起挑戰他們。然後其實同時間7月份的時候，其實已經看到我們中山地鐵站跟新中山線行公園那邊已經有一些installation 發生。然後如果大家可以有空的話，可以來這邊打卡。這個合作是跟台北捷運站合作的，所以謝謝台北捷運，也謝謝市長支持。然後我們再講8月份，8月份其實
也是一個10週年的回顧。我們會在大安心靈公園的捷運站那邊會有一個10週年的回顧展。然後這10週年回顧展是 Pokemon Go 跟你們的台灣的訓練家的回憶。寶可夢遊戲動畫裡面，皮卡丘就決定是你了，或者是火箭隊所講，哇，好討厭的感覺，都是大家耳熟能詳的台詞，也是許多朋友共同的回憶。30年前，1996年，不管是一開始從 Nintendo Game Boy 的收款遊戲，到後來的動畫牌卡，都吸引很多好朋友的熱愛。當然，後來在 Pokemon Go 開始實體抓寶，也確實造成了轟動。我還有印象，當時在北投公園吸引大量的人潮。那今天我們非常高興，台北市和亞洲幾個主要城市成為5大城市 Pokemon 30週年限定活動的主辦城市。那當然最重要，在10月11號、10號、11號年假的期間，我們就在香堤廣場舉辦寶可夢大遊行，限定商品的特賣以及快閃的展演活動。所以歡迎所有大朋友、小朋友，來自各地的朋友，我相信也有來自世界各地的玩家、訓練家一起前來到這座城市。所以市府非常榮幸成為主辦城市，也會給予各方的行政協助。另外 ，Pokemon Go 剛剛也有介紹，7月11、12號在我們捷運中山站以及新中山縣立公園已經佈置了各項主題裝置，所以已經有很多的好朋友一起來到我們新中山，開始打卡、拍照，留下好美好的回憶。那同時，台北市借由這樣的機會，我們跟許多重要的夥伴合作，希望能夠也帶動整體的觀光。好，所以同時不只是跟 The Pokemon Company、Pokemon Go， 不管是我們的觀傳局、我們的北捷，講到北捷，剛好今天開始，說 Apple 使用者用 iPhone 可以黑蘋果茶，我們也希望給所有前來這座城市的國際朋友都能有更好的旅遊體驗。每一座城市都會有不同色彩的皮卡丘，台北場專屬的粉色皮卡丘也會公開亮相，並且坐落於大街小巷的皮卡丘打卡拍照景點也同步登場，讓寶可夢迷在各種意想不到的角落相遇，帶着冒險之心盡情探索。記者溫俊台北報道。台鐵機場親子遊樂園預計8月8號開幕，樂園保留鐵道歷史特色，並打造30多項的設施。地方期盼未來能延長開放時間，嘉惠更多民眾。台鐵機場親子遊樂園目前工程已經進入最後階段，高雄市長陳其邁宣布將於8月8日正式開幕。公園處則表示，占地約1.5公頃園區，規劃30多項遊樂設施，包括高雄首座雲朵彈跳床、破浪騎乘場、高空纜繩和戲水區等，同時也保留台鐵舊機場特色，打造兼具遊憩和鐵道文化的全新親子空間。台鐵機場現在已經接近完工的階段，那我們這一次呢也配合整個暑假，預計在8月8號開幕。那也會帶外加一些活動，好，那裡面在台鐵機場裡面有非常多適合各年齡的遊具，希望說能夠營造一個最舒服親子的空間，好，那它也是採半露天的方式，好，那一部分那也會配合相關的，包括台鐵的舊意象。那以及有一些像類似這個攀繩或者一些可能會比較耗一點體力的一些遊具，那裡面大概有30幾項設施，那包括小朋友、年輕人還有老人都可以到那邊玩。那比較特殊的部分包括一些常見的這些秋千吶，還有溜滑梯等等。那裡面我們也有設置，就是年輕人現在比較
常在玩的 Pump Track。那另外還有一個比較特殊的一個就是纜繩一個高空的一個纜繩。那另外在全台灣也是應該是第一個泡泡的一個彈性的一個彈性網，這個在日本已經有了。那我們在這個遊樂區裡面也有戲水的設施，也都有設置。消息一曝光，地方民眾都相當期待開箱。園區設施豐富，將來渴望成為新的親子熱門景點。不過在地里長建議，暑期假日人潮勢必不少，希望開放時間從上午9點到晚間7點能再延長。另外每周休園1到2天，也希望能盡量縮短，增加民眾使用時間，提升遊樂園整體效益。就可以假日可以多帶小孩子去裡面玩，裡面有很好玩的地方，很期待哦。总共有30項免費哦，全部都是免費的哦。袂歹啊，水啊，加一個景點啊，讓帶阿孫的來行行的啊。若開好做歡迎哦，來會當帶那孫仔來親子遊戲啊還要玩玩啊那啦。不錯，如果說那個開發那一塊地然後做親子公園很好。8月8號這天大家都樂見其成。還有它那個開放時間8點到8點應該會比較好。至於它那個說每周休1到2天要做器材維修，我是覺得它那個休息時間太過頻繁了。你說小孩子暑假每天都會來運動啊，你這個器材剛是新的嘛，我是覺得不需要那麼頻繁來做維護了。公園處表示，營運時間及休園方式仍在最後研議，將兼顧安全維護與民眾需求，讓這座全新的台鐵機場親子遊樂園真正成為高雄親子休閒的新亮點。記者張世明高雄報道。接下來要帶你來看2026台南藝術節即將在10月2號隆重展開。今年以 3O 為策展主題，結合國內外團隊推出超過50場的展演，將整座城市打造為藝術舞台。融合虛擬實境與現場表演，帶領觀眾穿梭虛實的界域，遁入末世奇幻寓言。這出獸靈之詩頭骨的召喚將在台南藝術節演出，票房已經先爆滿。在許許多多的一個藝術創作中，台南這個文化之都始終屹立不搖。我們沒有最充沛的資源，但是我們有最能夠接受藝術、參與藝術，我們許多的市民朋友，這個我們很期待能夠加場、再加場2026台南藝術節將在10月2號至11月22號登場，以歲遊藝術條條通、閃閃花亮為策展主軸，在為期52天的活動中，推出超過50場展演、展覽、城市漫遊以及跨域創作。可能10月到11月，走在台南的街上，你大概又會聽到很多人說走，我要去追什麼樣的一個節目了。那除此之外呢，我們今年也有12場的教育推廣的一個活動。那教育推廣活動呢，對我們而言其實也是很重要的，因為當我們在看表演的時候，我們更思考的是下一代的表演者在哪裡。延續台灣製造、國際串聯、城市主張、藝文一條通以及教育共創的5大策展脈絡，亮點包括來自香港以及墨西哥的節目， FOCASA 吉米男孩的100次勇敢也將擔任台南文化中心42週年館慶壓軸節目，強調持續推動教育共創與文化平權，打造城市藝術盛會。記者周懷談的報道。2026桃園國際動漫大展即日起登場，以俠義漫心為主題，在中原文創園區展出到7月19號，結合 ACG 與互動科技，打造夏日動漫江湖。3、2、1。2026桃園國際動漫大展在中原文創園區盛大登場，以俠義漫心為主題，結合漫畫、動畫、遊戲、角色扮演跟互動科技，打造橫跨虛實的動漫體驗空間。規劃3大主題展區及 coser 見面會、手作 DIY 等精彩活動，邀請大小朋友們一起走進屬於動漫迷的夏日江湖。
我們今年的桃園動漫大展這個以所謂的俠義為主題因為我們都知道漫畫的主題類型非常的多所以今年特別以俠義為主題。那麼選擇的呢，包括日漫、港漫還有台漫裡面呢各種俠義主題的這個類型，可以說非常的豐富。那我們這次當然在整個動漫大展的期間，也辦理非常多的這個動漫周邊的活動。那麼包括我們有cosplay 的比賽那麼也有 cosplay 的攝影比賽，然後呢也有舞台的各種表演包括這個動漫歌曲的、动漫舞蹈的各種類型的這個表演都非常的豐富。那歡迎大家在這3個禮拜的假日呢，能夠到中原文創園區來參觀我們的動漫大展。墨基漫苑堂漫畫區集結國內外14位重量級漫畫家作品跟珍貴手稿，畫影流雲閣動畫區串聯動畫經典，重溫不同世代的共同動漫回憶。而沉浸式互動展區闖關50方，融合了 VR 體感遊戲、cosplay、實境角色扮演等多元內容，打造大型遊戲修煉場的互動空間，其中也包含了桃園漫畫人才培育計劃的成果展示。我們搭配我們每年做動漫人才培訓計劃，那也都有幫他們選出優勝的這個作品，然後也幫我出版。同時呢，優勝作品的這些漫畫家，我們也在這次動漫大展當中有一個專區，把他們做展示希望能夠推廣這些新銳漫畫家，讓更多人能夠知道。動漫的珍貴就在於獨特的原創。桃園副市長蘇俊斌致辭時也分享，他認為 AI 與原創文化的相互影響 ，AI 並不會取代創作，反而原創才是 AI 時代的根基。AI 不會創造 ，AI 只會很厲害的從你們的作品，從大家的累積裡面，用很快速的方法產生新的東西。但是 AI 不會從無到有。換言之是，如果我們因為 AI 很方便而放棄了，而失去了大家從無到有的那一份創造的精神，未來我們的文化會越來越枯竭，最後只是在同一個池塘裡面不斷的改變，已經沒有長出新的元素跟新的生命。所以我們要做的事情就是讓原創的市場，讓我們持續願意創作的人能夠有更好的養分。2026桃園國際動漫大展以俠義漫心為主題，從即日起到7月19號在中原文創園區登場，有各種動靜態展覽跟表演活動，更首度推出大型手機實境解謎活動，邀請大家化身江湖俠客破解重重謎團，還完成挑戰還有機會獲得限量好禮，邀請民眾一起走進動漫與俠義的世界。記者賴偉一台報道。歷史博物館埃及木乃伊永生傳說特展即日起登場，睽違8年，再有木乃伊的真跡來到台灣，展出上百件意大利考古博物館的1000年古埃及文物。在依據考古重現的墓室空間觀看2000多年前的木乃伊真跡，讓人震撼。這裡是國立歷史博物館埃及木乃伊永生特展。匯聚來自意大利佛羅倫斯國立考古博物館的上百件珍貴館藏，最遠可追溯至19世紀，由法國埃及學家桑伯良與意大利埃及學之父羅塞里尼共同率領的埃及考察隊勘察尼羅河谷的重要成果，涵蓋木乃伊真跡、彩繪棺木、存放死者內臟的卡洛皮克罐、紗布提人偶、聖甲蟲等各式護身符與喪葬文物，完整展現古埃及人追求永生的信仰文化，保持死者肉身的防腐工藝，以及對重生的向往。因為他有相信永生，所以他終其一生都在為死亡做準備。那麼只要好好的準備死亡這件事情，然後在死亡的過程當中、審判的過程當中做對事情，他就可以有機會永生，然後就到那個未活的國界。所以我們這一次的這個策展呢，是從這個生命觀做起源，那開始講述到埃及的這個價值觀、哲學觀，以及他們怎麼面對死亡這件事情，怎麼準備死亡這個過程，以及要帶上什麼物品去陪伴他到一個永生的國度，以及在準備面對死亡的審判的時候，他如何去應對這件事情。100餘件珍貴文物中，最大亮點是這4具木乃伊真跡，包含羅馬時期疑似難產而亡的女性木乃伊。這具女性木乃伊呢，根據那個研究資料還有 X 光探測，就是意大利的
佛羅倫斯考古博物館他們推測呢，這應該是在羅馬時期，大概西元12世紀的埃及女性。对，那她的年齡可能介於20到30歲之間。因為是從骨骼來做判斷，那很有可能是她在生產的過程中不幸離世。還有嬰兒木乃伊及狗狗木乃伊，甚至還有獵鷹偽裝成新生木乃伊，加上制作木乃伊所需的繃帶、摘取、存放內臟器具等完整呈現，讓參觀民眾直呼是非常特別的體驗。因為難得可以在台灣看到木乃伊的真跡，這樣，他看得多新，蠻精緻的。也是木乃伊覺得比較深刻，因為就是它是一個人在那個被包在裡面，然後也是第一次看到。這也是睽違8年後再度有木乃伊真跡來台展出，借展過程挑戰不斷，運送通關甚至還要為木乃伊開具死亡證明書。木乃伊呢，現在在國際的博物館的借展來講是越來越困難所以這一次的展覽，我們能夠看到這批木乃伊呢，其實也許以後下一次在木乃伊再來呢，什麼時間我們也沒有把握了。那尤其是這一次在木乃伊的運送的這個過程，我們也接收到很大的挑戰比如說大家可能各位聽眾、各位觀眾有看到這個新聞，就是木乃伊運送需要開立死亡證明，那這意思就是還有人懷疑這個木乃伊是不是還可以活過來還有寫滿古埃及祈禱文字與神祇圖像的華麗彩繪棺木，撰寫王者之書的沙草紙，生動地描繪王者靈魂如何通過必經的心臟與馬特羽毛的稱重試煉，最後來到冥王奧西里斯面前接受審判，展現古埃及人如何透過信仰建構死後世界的秩序與永生理想。在棺木上面裡裡外外會刻上很多的文字跟圖像。那以及呢，會有這個亡靈就是死者之書在告訴他在面對42個神祇的審判的時候，他應該怎麼應對，以及告訴他說，我們將來這審判的過程是會稱量你的心臟重量那如果稱量通過，就可以到永生的國度。那在通往永生國度之前你要注意什麼事？所以他們的喪葬的棺木跟這個刻在裡裡外外的圖案文字，以及這個沙草紙。各位觀眾可以把它想象是一個通往永生過程的操作手冊。還有聖甲蟲、荷魯斯之眼、安卡、傑德柱等護身符配飾，體積嬌小卻蘊含了健康、穩定、保護與重生的魔法，是古埃及人虔誠信仰的化身。他們是很相信神話的一個民族。那在這個過程當中，就衍生出很多的這個吉祥物或者是我們叫護身符所以埃及人很喜歡戴首飾，很喜歡把他們的這個會保護他的，比如說聖甲蟲荷魯斯之眼等等，這個會戴在他的身上。那當然也會在死亡的時候也會戴上這些東西。由於古埃及人相信亡者在彼岸仍有食衣住行與勞動需求，因此墓室也備有食物模型、頭枕、涼鞋、鏡子、化妝品等生活器具，及協助亡者勞動的沙布提人偶等陪葬品，生動反映了古埃及當時的生活日常。就埃及是一個很重視這個外觀漂亮的民族很熱愛美的民族，所以你可以看到3000多年前的鏡子，可以看到他們當時的這個竹籃子還有他們所穿的拖鞋，他們所睡的枕頭等等這些生活器具。看完1、2樓精彩的埃及展，還可以到國立歷史博物館5樓特展終章未完穿越生死的文化觀想參觀。這個特展以華人及台灣原住民的生死觀為核心介紹，探討人們如何理解死亡、記憶與生命延續。透過東西方對於死後世界的不同詮釋，感受各個文化對彼岸世界的深刻想象與永恆的渴望。有興趣的民眾一定要把握機會，親身體驗跨越1000年的永生傳說。記者張啟騰台北報道。中嘉寬頻與志願服務中心培訓銀髮種子，透過情境短劇，以長輩教長輩的方式，幫助長者識破詐騙。這群平均年齡72歲的台南市志願服務推廣中心的志工，經過去年中嘉寬頻3冠王雙子星與推廣中心合作培訓的防詐種子志工，
今年深入社區配合宣導媒體識讀及防詐騙，首站來到永康區成功里，在里長曾文俊與志願服務推廣中心督導涂家榮帶領，有志工王月姿等8位，他們以情境短劇阿月姨的經歷，因為繼承一塊土地，結果各自外漏被詐騙集團鎖定，土地差點被騙走，借此宣導防詐騙、護財產及保護各自重要性。反詐騙宣導呢，其實在很多單位都有在邀課，那包括呢，我們已經配合過的銀行、郵局，甚至呢，我們在地的永康分局都有。那麼我相信今天是非常非常特別的一堂反詐騙宣導哦，因為我知道好像他們有在排練，有一出短劇要呈現給我們大家，所以呢，今天我們的到客的老人家，還有我們的里民朋友呢，我覺得非常非常榮幸來參加今天的這個課程。這群防詐種子志工在各行各業退休後，有些都還在公家機關擔任志工服務，有稅務局、金融、保險等。借由阿月姨的防詐情境短劇，同時宣導政府地籍異動即時通，破解詐騙常用伎倆、裝熟、假扮公務機關等，呼籲民眾收到詐騙電話一定要不慌、不信，先查證，避免誤入詐騙集團陷阱。第二彈姐對不對？不要馬上想說要傳給別人，我們要先对，會害到自己，害到別人。我們要先看一下裡面的內容是不是正確的，然後再去聽聽看別人的意見。聽的話，你不是聽路邊的人講，你要聽，比如說它裡面的是醫療報道，就要去問醫生，就要去問護理師，不是公幫了我熊公自己的這些護理師講你得去相信。然後這邊幫我記一下，如果你沒有手機的話，也可以拍下來。這個是查核的8個步驟，要了解訊息的來源啊，然後看作者是誰啊，看發布的日期是什麼時候。根據警方受理詐騙案件統計，114年度受理案件有16萬件，財產損失金額超過893億。為中除宣導防詐，主辦單位中嘉寬頻3冠王、雙子星有線電視為善盡企業社會責任，也借此教導長輩認識媒體。面對資訊發達，到底媒體消息什麼是真，什麼是假？教導長輩學會如何判斷與查證，避免受騙。記者林銀庚台南採訪 AI 播報。2026台北馬拉松開放抽籤登記，賽事延續金標籤規格，廣受好評的早餐跑首度規劃早餐主題市集，並同步推出小小北馬體驗營。站起來！今年的台北馬拉松將於12月20號上午開跑，近期開放一般跑者登記抽籤，半程馬拉松組則於7月27號下午4點開放登記。這次賽事首度推出小小北馬體驗營，並持續去年廣受好評的歡樂耶誕早餐跑，結合耶誕節慶氛圍、歡樂路跑與市集活動。那這次呢，剛剛有提到我們今年的主題就我們的 Small Steps, Big Changes。那事實上，我真的非常佩服跑馬拉松的朋友，真的你每一步踏出去，都是一個體能的展現。也是一個意志的提升。然後每次我聽跑馬拉松朋友講，當跑完的時候，那種舒暢感，那種自我實現感，那個滿足是沒有辦法，就他們說自己不去跑是沒有辦法去感受的。所以呢，台北馬拉松到現在已經成為剛剛講的第3年，是在國際田徑總會列為金標籤的賽事。那這3年來也真的很有成果。但是我們也希望是台北馬呢，除了是屬於馬拉松的跑者的賽事盛會之外，也是台北市全部的盛會。所以這次要非常感謝我們的主辦單位，一起會有一個很特別叫小小北馬體驗營，這是今年首次來試辦，就希望呢有更多人可以透過。就可以大人帶着小孩做點所謂的補給體驗吶，然後呢做點賽事的應援吶，賽道應援吶，然後呢還有一些比較是歡樂跑、小跑的狀況，來讓大家體驗到小小的這個北馬的一個感受。那也希望呢讓台北馬拉松越來越成為是我們台北市民共同期待。每年的這一天到來，然後就成為整個台北市都是一個台北馬拉松最歡樂的氣氛。所以要謝謝這次這樣的一個首辦。
再來呢，還有一個大家也很喜歡的是屬於耶誕歡樂早餐跑。聽說今年也有一個很特別，就是那個跑完之後會有一個早餐市集，會把很多早餐的攤位集合過來，然後呢，所以會變成是我們叫耶誕變裝、歡樂路跑，然後再什麼，就叫我們早餐市集，就終點是市集。那透過呢，大家都快樂的跑完之後，然後呢，我們再來有一個是最大的戶外的招食派对，大家一起在那邊吃早餐，知道呢跑步很健康，吃早餐也很重要，所以這也是今年很特別的地方。最後再回到，我知道很多人在抱怨說现在很難抽，非常非常難抽。那但是這也代表說我們這個賽事受歡迎的程度。台北馬持續第3年，我們來到金標籤的認證，非常歡迎這個市民朋友還有跑者持續的喜愛我們的台北馬。從今天開始，我們全馬進行這個報名的活動。那今年呢，我們除了原來的這個賽事規劃之外，我們另外呢也有安排在早餐跑的部分有安排這個早餐的派對市集。那另外還有，我們希望能夠辦這樣子一個小小跑者的一個體驗營，讓更多的這個孩子呢能夠了解整個一個馬拉松賽事的一個過程。此外呢，我想這個台北馬是我們非常重要的跑者的一個成績的展現，所以今年呢，我們也特別安排了這個破3的達陣小隊，希望有更多的跑者呢能夠呢呈現他們的這個最佳的 PB。那今年呢，去年呢，我們大概有400多位那個破3，今年我們希望可以更加的突破，讓更多的跑者在這邊呢展現他們的這個發光發熱的一個效果。這也是我們運動部國際司第一次跟台北馬合作。那原因呢，就在剛剛副市長所說的各式各樣的周邊活動。因為我們今年運動部成立了一個新的計劃，就是台灣品牌國際賽事2.0。那我們就是希望國際賽不只是屬於精英選手，它應該更是屬於全民合家都可以參與的，無論是透過博覽會、市集、體驗活動，或是各式各樣的創新科技的應用，這些都是應該讓全民一起共享運動的樂趣。那所以我們真的很感謝台北市政府給我們這個機會，今年第一次來跟這個金標籤的賽事一起來合作。為了鼓勵跑者追求卓越，賽事全面升級金標百節專屬獎勵，為頂尖選手提供專屬號碼布，提升參賽榮譽感。記者會也找來以往女子百節跑者，分享對台北馬拉松的歸屬感。台北馬對我來說像是有一種回娘家的感覺，對，因為我也在台北工作和生活過，那我目前是住在新竹，那回來台北參加比賽會有特別一種熟悉和安心的感覺，然後而且參加過好幾場比賽都有創下個人最佳的成績，那也很期待今年台北馬帶給大家一個好天氣，然後讓所有跑者有一個好好的年度期末驗收的成果。我虽然跑過17個國家馬拉松，包括6大馬、5大洲，可是我成績最好在台北馬拉松創造。對，所以不管天氣、氣候，還有那個賽道，對，最速的賽道是很棒，都不是國外的。對，其實對於台北馬拉松，應該說，出馬是在那邊，然後全馬也是，最後 PB 也是在台北馬拉松跑出來，所以覺得很有情感。台北馬拉松不僅是一場國際級路跑賽事，更展現城市活力與凝聚市民情感的平台。透過系列活動，邀請全民參與體驗馬拉松文化。記者翁俊台北報道。桃園地景藝術節週末盛大登場，規劃竹圍與永安漁港2大展區，並串聯4大生態展區。市長張善政出席記者會表示，將展示13國共72件作品。這個週末來桃園海岸走走，欣賞藝術。2026桃園地景藝術節將在本週末盛大登場。今年以珍珠海岸為主軸，邀集13國72件作品參與，從竹圍漁港一路串聯到永安漁港，展開近35公里的海岸藝術廊帶，堪稱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
桃園市長張善政表示，今年是地景藝術節脫胎換骨的一年，不只從1年1度改為雙年展，從單點擴大為跨區策展，有信心在未來讓地景藝術節一步步走向全國甚至國際，讓更多人看見桃園獨特的地景魅力。那麼這次的地景藝術節和過去很不一樣，我可以說是今年是一個脫胎換骨的一個藝術節。首先，我們把1年1次的展覽變成2年1次，讓我們參展的藝術家有更多的時間去準備他們的創作。第二，我們展覽的區域從單一的點擴大到跨區，也就是剛剛講的，從竹圍到永安30幾公里的海岸線，有6、7個展區，包括生態展區，包括很多藝術展區。我們這次等於說，讓我們的這個地景藝術節結合在地，讓在地有非常非常強的參與感。另外，也要謝謝很多企業的贊助。不只是市府來辦這個地景藝術節，很多企業也一起來共襄盛舉。還有呢，就是國際的參與。這次我們有13個國家、25個國外的團隊，加上我們國內47個團隊，可以說是台灣歷年來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地景藝術節。當然，這背後還要謝謝我們的策展團隊，包括我們陳全成教授所帶領的團隊，他們也花了2年的時间，非常花功夫。也到日本的瀨戶內海去考察，把瀨戶內海最精華的經驗也取經回來，所以我們有信心，從今年開始，這個地景藝術節會變成不一樣，它會變成台灣地景藝術節的代表作，甚至代表台灣走上國際。謝謝。總策展人陳宣成表示，這次團隊總共花了近2年的時間做研究跟策展，甚至邀請在地居民一起共創，希望打造真正有深度的地景藝術節。他強調，地景不是靜態背景，而是有生命的場域，因此希望打造的地景藝術品不只成為拍照景點，也回應海岸環境、生態保育跟地方發展議題，帶大家看見桃園珍珠海岸的獨特魅力。今年2026年也是一個很不一樣的開始啦，因為我們從去年開始，大概做了快2年時間，1年做研究，1年做策展。我們希望打造是一個真正有深度的地景藝術節。我想那個地景永遠不是一個靜態的背景，知道你打卡跟拍照，地景是一個生命。這個生命裡面呢，有自然的生態，還有包括人的部分啊。我希望各位看作品的時候，大家可以透過作品去看到那個背後真正的地景寓意到底是什麼。所以我覺得這次的藝術節很特別的是，它不是只有來自不同國家的這些藝術家，我覺得最大的重點是在於說，大家用非常特別的一個角度呢，不要只有看到作品本身而已。所以我覺得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是說，藝術品、藝術創作不是只有在創作形式，我想最大的重點是它在創造一個可以理解世界的一個新的方法。所以我們這次的2026的桃園地景藝術節呢，我代表策展團隊跟藝術家呢，非常的邀請大家進到這個環境裡面，透過藝術作品，看到它所背後想要告訴你的，不管是自然生態、漁港的時間系，或是各式各樣的不同的生命跟關係。地景藝術節展期將從本周末7月4號一路到8月30號，一共規劃竹圍漁港、永安漁港2大核心展區，並串聯許厝港濕地、草踏沙丘、關心藻礁跟新屋石滬等生態展區。民眾可搭乘接駁車往返不同的展區來欣賞大型的地景藝術裝置。詳細作品資訊跟交通方式，可到2026桃園地景藝術節官方臉書或官網上查詢。記者林濤報道。以上就今天的中嘉新聞，感謝您的收看，我是蔡小君，祝您一切平安，我們再會。要大的了吗 ？Let's go！ 沈大哥，等等，我們真的準備好了嗎？115年起，駕照換照年齡下修至70歲哦。換照時不只要體格檢查，75歲時還要做認知功能測驗，還免費提供最新交通安全法規教育訓練。
提早70來換照，多多數代啪啪照。今天我載你。OK， 政策上路之後記得去換照哦。爭取3天，爭取更多時間，防範未然，平時共同討論家庭防災計劃。大家知道最近的避難收容所嗎？那如果手機不通的話，大家要怎麼聯繫呢？分散時約哪裡當緊急集合地點？防災包多久要更新一次？我負責清點防災包。那我負責關閉家中水電。我負責規劃避難路線。我負責照顧阿嬤。我負責照顧小乖。建立自己及家庭的防災計劃，爭取3天，爭取更多時間。那是对吧？好亮。抽了會不會出事啊？要抽嗎？啊，你怕屁啊！你知道抽到我們台灣是違法的嗎？我朋友他們就說，偶爾抽一下放鬆一下沒關係的，而且我可以控制的。你覺得你可以控制？可是昨天你在路上駕駛，差點發生事故。訂旅宿最怕訂了，卻被告知入住原本不存在的2館。